艰难的时代，都想要在偏远地区每一个村落、每一个点都给它设立一个学校起来。我们在这里久了，可能会比较觉得说，这里这个学校它的存在的那个意义跟价值啦。虽然说学生人数没有很多，但是毕竟他们也是我们台湾的主人翁，对不对？应该都有权利啦。桃安县的南条山区有一座神木村，神木村山明水秀。隔壁的生意呢，当你就桃山那老海笋吃盐吃菜，做虫的刘生五，高地老太子盐东家区的你嘞。神木村地度有一座龙华怪兽，地度的先生还未带领神木村的生意呢。显现出村内度各种昆虫老植物，每搞也条生意呢，安养的老太子园和平相处。不过冇几多好光景，有一日，东道太怪树成一位神木村，还带来嘅炸药。老本单的神木片路变做新中湾公路，未老东道为花草老昆虫合照嘅。新中湾公路做好过后，向嘅东东人下，每本点钱的神木村沿风变闹热的。不过安用的光景，抢彼此的热天天。第苗长一天的苗一日，一只天空铺南的浮云过后，持续落嘅动态动有的意，它以带来的冲水虫嘅奶沙。老细孩变做太后巴，老周后为新中湾公路大快铁，乃杀每当一辈东道的任务，炸快嘅东道务，未老也条生意呢，清好气嘅好搞，appetite嘞。1996年的火爆风灾，本神木村带来的不是有个的黑蒙钓鱼，打下来的奶沙，木块的东岛乌沙同农田，和抽身的500人死亡。为了了解南投灾区各学校受损情形，省教育厅长陈一豪中午深入灾区，其中以龙华国小的损害情形最严重，不但校门和通道被毁了。操场上也堆满了烂泥和垃圾，教室中也挤满了大量石块，课桌椅早就不知去向。因此，全校共51名学生已经确定无法在9月份正常上课，让8月1号才报到的新校长林清火感到相当无奈。对，目前我们台湾省教育厅还有我们的南投县教育局呢，就希望呢我们学生能就近呢到同富国小呢合班上课。这样子就是它土石从校门口的正方这样子冲击过来，所以整个1楼是被土石堆满的，塞满了土石。那2楼以上都是好的。那我们那时候就是比较冲突啦，而且那时候就是等于说全国大概就是这一所学校有这样的灾害，所以其实为了要让小朋友在开学如期开学，8月底开学嘛，然后就是变成说也很快的就决定说就是复建，因为基本上就是土石进来，然后结构上它是有经过评估是还可以，所以就没有说拆掉重建的这个部分。火把风灾过后，神木村的体型同体貌都有为动态的改变。面对安态的改变，就得转到好搞正常的上课，
係本神木村嘅聲音嘅一隻穩定嘅力量。火把風采帶本神木村村民嘅生活，唔單止係生命璀璨嘅訊息，還開展青菜開發、老讀書會嘅催命。其實做新中網，那係是知道神木村內啥變數動態嘅原因。現在還有人否係促成神木村航向災難嘅第一步。1999年9月21日，台灣發生有一次規模7.3級嘅大地震，震央就到南投嘅9分2山。同樣未到南投嘅神木村，每本動態嘅有動力影響到，龍華貴少每天等大地震放下來咧。921那一次是因為因為它是柱子斷裂，所以整個那個1樓是比較危險，安全性是堪虞的。然後2樓呢，因為它那時候在蓋2樓的加蓋的這個部分哈，它是不同樓板，那個柱子也是不同的梁柱，所以2樓基本上2樓以上是都沒有受到影響的。信義鄉也只有龍華國小必須要全部拆除，我們接收到的訊息跟他實際要拆的日期是有出入的。那我們拆的那一天就是星期假日，對，所以變成學校都沒有人。剛好我來到校門口就遇到那個學條的那個校長，他就說：奇怪，你們怎麼學校都沒有動靜哈？然後我嚇一跳，我說：什麼事嗎？他說：今天就是要拆你們學校。然後那時候我就不知道怎麼辦。可是我又想到說，我們村裡面有那個擴音系統，所以我們就用那個村裡面的廣播器，然後就從村裡面就開始請大家先放下工作，所有的村子，我們這一廣播，大概每個角落都可以聽到，所以有的就山上啊哪裡啊，就通通衝下來，一個社區，一個向心力的凝聚點，對，那等於說這個學校有存在的它的價值，其實這也是其中的一環，對，他每個人把學校就看成是。學校任何的事情就是家裡的事情，學校要辦什麼事情，就好像家裡在辦喜事一樣，這樣子。921大地震過後，神木村的地層變到很加鬆，社會老太姨乃殺中就會波波滾照下來，新中網兩邊就會發生乃殺流下來嘅情形。村入神木村的危險性就變到很加高咧。那個田啊，這是什麼田？就是從那邊轉一個 A 字形這樣下來的。現在是這樣轉。對。可是當時整個翻過來。是啊，快啦！他那邊已經破一個洞，然後現在一直在侵蝕，一直在刮它，一直在刮它。本來那邊都淹，好像一個小水溝這樣而已哦。現在整個水路往那邊衝了，你看水越來越大了。2009年8月初8，莫拉克風災吹到來。以下嘅接近2000公里嘅希蒙島嶼落地阿里山頂，山頂嘅泥沙擋唔掉太熱沖刷，從水中央嘅壓塌嘅神木村規大片嘅田地同路位，新中網再過一擺變到動產，龍華貴少未再過半泥沙中打到，好到規個流土河沙海嘅河壩帶。
像一撮快鐵的散步。爸爸風柴過後，一直有龍華貴少陪伴伊下邊，唔會再過去嘅消息。因為龍華貴少對面5公里嘅所在有統領貴少，往沙水里方向4.1公里嘅位數就有同福貴少，家中都動少，好到迄個唔會再過去嘅，當擺無論係到統領貴少，也係愛去同福貴少上課，都會經過新中橫公路嘅危險路段。外面一有水灾的时候，一直误导说，龙华国小重建了2次，这次我要再重建第3次，该不该重建？这是最大的问题啦。其实我说有时候一些政论节目哈，找了一些专家去畅谈，我有时候我一看到电视，我很想打电话骂他。我跟他讲说，你有来过龙华国小，你没有来过龙华国小，你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你没有理由去批评这个地方，你没有理由为这个地方、为这所学校断生死。你只讲他重建，你为什么不想说他重建的原因在哪？他第1次重毁的原因，第2次又重建的原因到底在哪？他们不去了解，只是认为说一所这么小的学校盖了2次，还要再盖第3次吗？南投在这次风灾中紧急撤村，并没有重大伤亡，只包括龙华国小从赫伯台风、921大地震到这次风灾，已经是第3度毁损。马总统紧皱眉头，直到这位小朋友挤上前来，送上红色爱心卡片，才终于露出笑容。不但写卡片给马总统，还把最心爱的故事书当面要签名。只见马总统耐心配合，仔细的提上，在废墟中站起来，我们一起努力13个字，给灾民加油打气。等于新龙国小开刚好，祝愿大家拢顺时平安哈。之前我们选这块地的时候，林建署及台大的一些教授、地质教授，他也有来。他就是说，以目前如果以短期的建物来讲，那目前这块地算是在社区当中，这块地算是安全。龍華貴社會家長小編教嘅問題，同馬總統醫生警告過後，算係本家長較安心嘅。大家啲嘅真理解言之外，仲說明是在個非生人類嘅上課問題來受理嘅。对，重新要蹲来，好这边，来跨步，这一只脚跨过来一点，好，蹲下来，好蹲下来啊，2手摸膝盖哦，对，很好，好，我们这个方向来换边哦，来换边，换过来，来脚扣过来。你知道我们学校结构是，大概是1/2到2/3的学生是单亲，或者是隔代教养，也就是只有阿公阿嬷在照顾。那其实这一方面就更弱势了，因为是这样的话，他们有些爸爸或是有些妈妈他们不在，那变成说，父母都要为了家庭生计在跑。其实真的那是真的很忙。那接下来就是说他们在教育方面真的也很辛苦，所以学校部分的老师在学生的辅导方面，他们用蛮多的心力。像我们学校老师会花很多时间在课后在照顾学生。
神木村係套曾有人喺送入水條嘅岩石山那，同日本時代算係啲國大學生養靈氣，日本政府鼓勵台灣百姓去藥用咯。結果到來嘅大部分係設法卡酷嘅客家人，故所出現嚟嘅客家總頭。土神木村平嘅土地無多，大部分都啲火山海筍。火山海係曾有人海嘅水頭，兩片嘅土地同日本時代就已經變做村民嘅田地。唔過國民政府來到台灣過後，就留啲國大學嘅生養靈氣，搞本台大生養靈推廣，故所神木村嘅村民就天初會留台大生養靈隨地耕作，冇自家嘅自主權。過去龍華國小嘅第一步就係愛前蔬菜。神木村多多開心中網，火把風采，容易以大體同八把風采過後，規個體型體貌都有為動態嘅改變。故所專家學者都認為，神木村鴉片已經冇安全嘅土地，做得起好高嘞。我用我的手攏在為這樣給拔落來，對不？這就是崩基層啊！我的手攏是給綁落來，啊，你要看其他的，所以我古早你講龍華國小去啥別的下來，明明就在這一種崩基的地層裡頭，對不？看個材料啊，哈，應該是河階堆積的，它只有少部分的那種崩基嘅，所以河階堆積有擋平，你要離那個河岸有退縮一點距離哈，是會比較安全一點。神木村的村民家都希望做得到神木村的一帶山派蛋糕是好高。因為這一塊，這個是台大實驗林的68-6號造林地啊，它也就是說，它是民國68年的時候所造林的第6號的造林地，這是它所謂68+8就是這個意思。所以說表示說這塊地的，你看我們現在看到林相是完整，表示說這塊地。到會也就是等於說解釋了一件事，這一塊地從民國68年到現在，它完全未受天然災害的損害嘛，所以說它到現在才有辦法林相完整。比方說這一塊地是在我們現在我們龍華國小這個學區附近就近，我們找到是比較安全、相對安全的地，所以說我們選擇希望把學校蓋在這個地方。神木村的土地推廣人台大生養林建議。應該會到對面的桐林社區去龍華國小，不過桐林社區的地未早就有桐福村的村民啲嘢種東西嘅。我講你是目前轉來啫。啊，我都考慮嘅是飯的啊，辛辛苦苦咪種了種了2條嘅好是飯生人嚟讀書啊。啊！而咧人係社會去學校吼，啊！我都食飯都無飯好食咧啊！你假徵收我後蓋，我即地我的囝都無通啊生活，莫講甲孫仔去啊！那爸爸媽媽今天晚上要來討論的，就是要怎麼樣找一塊適合我們學校蓋學校的地方。從莫拉克之後，我們開始學校進入重建階段。那在這一個重建階段之後，我們開始函報了好幾次的文到縣府，請縣府委請專家學者
来跟我们做校地的一个安全性评估。市要来讲，若无较紧决定，就是拖咧到尾变成无落去。但是真明确就是讲，咱这边找的所在是无落去的。咱市民地方上来答应讲，咱来严厉讲市民会当朝向讲，咱来答应讲，咱有条件的过去对岸。这条件中间关有拟出来包含了。第一点就是讲，咱要求龙华桥改建，第二条，因为咱龙华国小是属于信义乡龙华国民小学，阮要求龙华国小刷过对岸的时阵，它住址还是原有的神木村民和乡的龙华国小。921也好，赫伯也好，校区校地是完整的，是房子有毁损是没错，可是校区是完整的，所以当时的那个学者不是不愿意签，是真的地是很难。对啊，你知道这里都是做农的人，其实你要他们去说自力救济或做什么，其实这个是有限的，因为毕竟要从哪里做起，对，好。那个大家都为了3餐，一定要一天没工作就没有肚子就填不饱，所以一定是你要长期的这样子去说争取什么那个的话，可能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压力，也是一个负担，所以我觉得是基本上就是都是地的问题了。龙华国小的家长和阿公阿嬷大声呼着抗议口号，因为他们的小孩孙子现在都还在这个临时搭建的组合屋上课，不但教室不够用，非常狭窄，学校连操场都没有。有张街街和操场的学校可以跑啊，只不过很小就是。要重建，赶快决定重建，帮我们找地重建，这些找地的问题不要再丢到地方上来。好，你们两个在这边，这边那边。好，下一个。打针票，哪有打他找那个小妹来回去的话。本来一开始是觉得龙华冲毁了，会有一点那个。学校没要。对，是有点会有点那个。难过。对啊，然后到最后。还是要认的啊。对啊，还是要认啊。面对事实还是应该的。然后我们要那个，你看到搬到那个活动中心嘛，那么小的地方，而现在又叫我们搬到这里，然后我们受这些苦，然后又说没要重建，这样根本就很那个哈。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生，在本校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依国民教育法之规定，给予国民小学毕业证书。南投县信义乡龙华国民小学校长陈文元，中华民国99年6月15日。觉得说，像找校地这一回事，叫当地的居民举出说，哪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我们来探看。其实后来我们已经接触到工程顾问公司了，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资讯这么少。你看，包括县市政府，难道哪些局势里面你拿不出这些图资来套吗？这些图资一调出来一套，哪一些交集，哪一些会比较安全，那不是很清楚吗？那为什么要找这些非专业的人士来推选出什么地？对不对？那就是说，因为工程顾问公司直接跟我们讲，这个东西，水保局，然后我们这些图资都是跟国家买的，说得很明白啊，这些图资不是他们自己拍得来的，做得出来的，这些图资都是国家的。那为什么一个县市政府拿不出这些图资来告诉人民说哪些地方是够安全？那忙了大半年，大家都在找地，找到居民也不耐烦，然后纷纷抱怨说我们找的你们都认为不行，那到底是要怎么样？那当时我记得3月份的时候也跟上面反映，包括村长
社区理事长都在，就直接跟教育处的科长有反映说，这种事情不要再找我们来推地了，至少是县的重建单位，比较能够有力主导的这些单位，他们出来，然后提供我们一个方向。应该是这样比较明确。教育部这边其实也很关心呐，你看他们后来又有派专员下来，是在5月份的时候，他们也有专员下来，那跟社区、家长跟学校这边有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那不然就来花钱请专业的顾问公司来做这些校地的评估。但是这个都已经变成说，我们都把校地都已经自己认为的安全的校地都推出来，然后才花钱去找专业公司来认，就是说有点像他们再来帮我们找出证据，说这些地方安不安全。因为以目前现在的一个状况来讲，他们已经初步评估认为3块地的选择优先顺序还是对岸那一块是第一。然后第2块勉强是上面那一块，这一块是根本不行，他们认为是这一块根本不行，因为这一块刚好在水利地旁边，也是水陆保持区的旁边紧邻这样，然后这一个地点也很不好，目前是这样，都没有把握说会不会重建得起来，因为像这个用地的这个因素考量很多嘛，谁都没有一种没有办法判断说到底能不能。各位中队，大家早上。好，龙文华国小的各位小朋友，还有各位老师，大家早。早。欢迎大家今仔日来咱龙华国小参加这个活动吼。歹势，我也袂晓讲客话，所以我讲台语吼，大家应该听有吼。谢谢哈。加油，加油，来击掌。神仙加油！加油，加油！各位阿公妈，你看卖，咱一回较球，你看卖来讲，花香菇的食吼，会啦，加油阿哥，加油！哦，厉害，谢谢。其实我是希望说，如果这个学校可以让人家一来就发现到，大家脸上都是笑的。那其实就很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以前曾经有一位老师他告诉过我，就是说，风灾过后他们那种压力，其实最主要不是来自于说学校建筑或者说就是教学方面的压力，而是说他们好像在学校里面跟出去外面的那一种心情的压力很大，但他们的形容叫做在受伤。好，那因为外界都觉得说你们学校受灾了，你们一定很悲惨，你们一定心里面充满了什么样子的感觉，所以他们连笑都有罪恶感。你很难想象说，天哪，是要被压抑到什么程度，是连笑都会有罪恶感，好像你只要在外面笑了，人家就会觉得你不爱这个学校，所以学校倒了你还笑得出来。好可怜啊！那你在学校里面你也不可以笑，因为我们全校都必须为了倒掉的校舍在那里哀悼，所以我们都不可以笑那种心情上面的压力。所以我很期待，就是以后我们不管学校重建校舍的部分到底结果是怎么样，我希望我们在龙华的每一天，每一个人都是快乐的。
快点啊！静静小朋友跟我们说，主任，你是不是寒假就不见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们所谓的不见，大概就是不能天天见面。我也是觉得说没有办法跟小朋友天天见面，我也非常难过。我从赫伯进来的时候，早期我们龙华国小。咱咧家长所咧拍拼的，就是要甲学校用得较水的绿化美化。大家若咧比赛的时阵，家长拢来帮忙，吼，咱来倒种花、倒烤草、倒种树啊。迄个时阵，咱做甲足辛苦啊，大粒瓜、细粒瓜。可是呢，咱会使看到讲，大家的迄个感情融合在一起。所以到了赫伯的时候。学校所有的美丽的景象不见了，可是我们没有被打倒，结果咱好好无去用废掉，咱继续有龙华国小的存在。啊，这拢是大家的努力，家长的支持吼。啊，过来921，咱嘛是无去用拍板，咱无有环境拍板，咱阁继续有龙华国小的存在。本来我以为讲。921了后，我咧想讲，我已经会使退休啊，我应该是伫咧迄个足水的学校退休。可是老天爷要直接给咱创，继续在给咱磨。那我们小朋友还是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上课。这些小朋友很天真，可是我们自己想到。我们的小朋友不知道要再经历过多少这样的环境，说不定你们到毕业，你们都是要在这种环境中上课。我的愿望，我要希望龙华国小就是能够很快的重建。谢谢所有的小朋友哈，你们带给我的快乐。你们每一个人曾经对我讲过的贴心的话，我都会记在心里。你们。那因为今天重点是说，这边看到的都是我们讲说快石堆积层也好，或者是回流层也好，或者是说河床冲积的，它的条件会相对比较均一，均匀度会比较高一点。经过土工厂顾问公司初步的安全调查评估后，对面的批线基体同林屯得到更高的分数。龙华家中上的高铁火沙屯土被片甲群乃杀种相似海。有片的山橋已經出現碰嘅有安全的問題，故所得到清大嘅分數。參加高鐵安全評估嘅專家學者嘅建議，學校系統鐵民眾啲嘅使用，故所應該要將家中嘅經驗列作重要嘅考量因素。土石木村一片嘅同福屯，咪就係龍華改修嘅臨時高機，就變做高起龍華改修嘅首先梯期。土龍華改修高起學校微修嘅可行性評估地度，當重要嘅一個項目就係體質探勘。土蘇線高鐵嘅同福屯體質結構蛋糕，估計體程主要係氧岩，盲估計體程盤20公尺以上，主要係混進來嘅硬沙、老硬氧岩嘅所葉，盲估計體程就係神主府陳外興及屯嘅奶嘢。
不过因为同福屯南偏60公尺，附近的一条乃沙江上死海，水土保持区老去连日提天水土保持区内，故受专家考察建议，主要考察爱晒西北片，离开危险的区域，行为做进一步的乃沙江模拟分析，来确定高铁的安全。不过喺讲一天天晒西北片，就会整用到沈中人、陈van兴大部分的土地。其实同福屯的地势本淡动带，接近火山海的后面，因为係沈祖父창촌的主要港中地，故受他有头30年前，沈祖父就开始天天的抢拖拉机最耐来囤。为到为整体没向农费加钱，没想到头开始港中的天一年，就拄到位800分财，还拄到位水体为本人强制输转去的情形。政府的地那么多，为什么他每块都说不安全，只有我们这一块安全？我们这又是天土的，他说安全，安全不安全？就是他们一句话，这样公平吗？他说赫伯的时候整个垮了，我们都没办法，没有地方住啊。等到入头的时候，我们都出去买货柜回来，才搬来这里。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只剩这块地啊，想说那这边家爱买个货柜来这边。因为我们不是说很富裕的人家，真的，一下说啊，我们要买土来填，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学历也没有。要生存不容易，我们只靠去市场卖菜，自己种那九层塔去卖，可是每天2点都要起来，市场回来又要自己到田里去割去种，真的很累。想到孩子大了，我们都回来这样，我孩子真的都用助学贷款，因为想说让孩子去读，能够会不会改变个环境这样以后的生活方式，还是我想说让他们去读都用助学贷款。今天你们将心比心了，是你们的地会变成这样子，你们心情怎么样？南投县政府教育处了解两个沈祖父的困难过后，我希望做地费家调争取补偿金。补偿金算的方式係照最囤嚟土房的运费来算。一天准备补偿两个沈祖父，总共係新台币150万元币呢。哦，迄是将近1000块，原来开好是老正官嘞。今仔日咱这次的协调会，我是感觉讲较圆满的结论，大家平心静气，对啊。我要发觉啦吼，就是迄个地阮若唔忝嘛，是我到到即阵来啦吼。因为我生活是真困苦吼，为了迄个地阮开足侪钱的，吼，粪土甲卡拉机呢吼，迄工程费开足侪钱啦。我想讲吼，有法度吼，尽量甲用较少土地咧，补偿金吼，我都讲甲补较够，阮讲你莫讲我都生活的啦。你来感觉我嘛表示尊重啦。我若今日不该存这个土，无今日嘛袂这个代志来发生啦。我若莫囤这个土，你嘛无走起啦。我是个袂看到阮这个20外米的钱，我硬囤起来吼。我若莫囤，你嘛无走起啦。对哇，你花真侪时间，花真侪金钱花落，这种补偿是毋是有法度搁较悬？好，今仔日安尼，若真正决定好，你为着这个子孙，为着这个良华，咱这条做心目专家。这个所在后摆的研究发展，你要留一个名声。我咧讲啦，后摆良华国小中建完成咯。我咧讲啦，姓陈甲姓张啊，这两个程度吼，一定伫因的后事内底留一页啦。你要信无？留下一页。人啦人生留名你有这一页的历史，就很棒啦，很不错啦。都基本上就是一个意向书，好认定讲有影啦嘛，有影都有认同讲有影啦，我嘛是即地嘛较适当尔，但是迄个相关的专业，我来徛伫各位的角度来争取啊。代表这两个
哎，无紧，你讲。你就知影这山顶人拢无读册啊，是啥物知识拢无遐悬，知影啊？你就但是尽量甲。我知，但是迄个精简甲成分真重要。哦。啊，我感觉两位拢那个诚恳度都很够。啊，真的，他们也都是真情表白。你讲的乌涂田这煞过，哦，啊，就随时配合嘛，因为爱时间拄好搭配会拄好，你知？哦，你若学校真正咧重建咧时阵，啊，就这边嘛拄好咧做黄土墙，啊，就去配图，对这边超过来这边尔嘛，哦，安尼好无？哦，今仔日大概结论吼，咱就做安尼吼，咱有一个初步的共识啦，吼，也嘛感谢陈先啦，哦，陈太太吼，甲恁这亲朋好友嘛，感谢啦，哦。出面答案是会甲台大实验林地部的主任，像我答应嘛做，我们带着抄啊，嘿。你要去右手是吗？冇熟识，啊去打电话来啊，紧用咧插到电话去打咱哪讲，你若唔答应吼嘛嘛做我们带着抄。你从你打给电话係乜嘅意思啊？先讓你講一下，又係講恐嚇。恐。對嘿。你覺得你的感覺上？嘿，他就是恐嚇啊，嘿。他說你不答應，我們到時候都跟你爭說1毛錢都不用拿這樣子，他叫我要想想看這樣。因為畢竟這是那個從阿公時期就留下來的那個，也算是祖產這樣子。然後我覺得心情的調適就是很重要。然後前一陣子我爸就是整個就是很憂鬱，啊，經過我們就是不斷的去勸說，現在有比較好一點。然後這個事情對我們家影響很大，就是整個都是其實私底下我們都是愁雲慘霧這樣子。我們也反映過很多事項，也澄清過很多地方，能做都做，我們也很累了。其實我覺得真的是小市民的心聲是很難被聽到，然後也是迫於無奈。今天這種情況也是沒辦法了，對。段木出局，來草本。我不是草本，我是草本倒数開始的時候，你們就要迅速的通過這一片森林，小水滴會流過森林，慢慢的會通過森林，然後最後流到河川，流到河裡面，流到大海裡面。比較慢，這些水在這個植物裡面流得很慢的時候，比較不會發生什麼事。水災，對，好，如果水太大。如果山崩發生，就會發生什麼事情？啊？會有石頭跟水掉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什麼東西會衝下來？土石流衝下來，可能會把什麼東西衝斷？路都會衝斷，對不對？好，也有可能把房子衝斷。好，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上跟土石流有相關的一堂課程。好，我們。好，小朋友。要去別的學校哈，那你們記不記得去年江主任當爸爸？記得，你們有吃到蛋糕對不對？好，江主任為什麼要調去別的學校？是因為他的小 baby 現在還很小，然後呢，常常要江主任開車去接。如果呢，江主任上班在這邊上班上到一半，然後突然師母打電話來啊，小朋友要去打預防針啊，然後江主任就要從這裡開車開到水裡，然後打完預防針再開車開回來，是不是很辛苦？對，對，所以江主任要調去水裡的學校，是因為他要就近照顧他的小 baby。你們是不是當過小 baby？你們有沒有當過小 baby？小 baby 需不需要人家很多照顧？需要，對，所以江主任也要回去照顧他的小 baby 哈，在信義鄉這邊離他們家太遠了，所以呢，他沒有辦法照顧小 baby。好，大家要記得哦，江主任離開龍華是因為不愛你們嗎？不是。是因為不愛龍華嗎？不是。是因為江主任哈要回家就近照顧他的小 baby， 小朋友知道嗎？知道哈，來。最後，我要請各位小朋友，我們要非常恭敬的謝謝江主任這幾年在龍華國小的付出。來，小朋友全部一起說謝謝江主任。謝謝江主任。好，片送給江主任的時候，你可以跟江主任握握手，或者是你很想抱抱他，像抱爸爸一樣抱抱他都可以哦。好，來，金偉來，先把你的卡片送給江主任。兩隻手。
至少还要说谢谢江主任哦，要谢谢江主任哦。好，记得哈，送卡片给江主任的时候，记得要谢谢江主任哈。从你们1年级进来，这是写在卡片上的，好。有没有谢谢？桌子里面。很感谢大家，我会把它贴在墙上哈，好好看好，那还有没有小朋友想现场跟江主任说说话的？来，有的请举手。哇，好，我们先请范宇轩。江主任这2年来对我们的照顾好，你带给我们学校温暖，然后教我们打球，祝你今天开开，谢谢。好，我们请先这个老阿嬷哈讲话，好。OK， 好，还有没有？好，来，我们请那个签子。谢谢主任教我们武术，让我们全校的个性变得很好。祝你永远幸福快乐。好。好，还有那个，来，林媛。谢谢主任教我们体育，我很喜欢上体育课。谢谢主任。好舍不得哈，好喜欢上体育课跟武术哈。好，来坐下来，请坐。来，谢谢主任，祝你和你的家人永远快乐。谢谢。还有玉成是不是？好，玉成。好，起立。这3个人。头按燕的南头山区有一座神木村，神木村有一座龙华怪兽，龙华怪兽拄到为3摆冲太的灾难，村民还希望讨世界总头，做得有世界好狗，也则希望动态东南完成，不过就冲完成呢，係講有行一擺呢。無人敢去想也在問題。